從細痴迷機械人動畫，夢想用科技拯救世界。咁我好希望咧，將我嘅呢個做機械人呢個夢想咧，變做我畢生嘅事業。希望人哋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好嘅科技，想做啲機械人咧，係減低人去做一啲嘢嘅風險嘅。香港創業唔燒錢，佢靠賺錢養研發，殺出血路。我哋唔係話一間科研公司，我哋係咁燒錢，反而我哋而家係着重喺我哋點樣去做生意，我哋係點樣去達成我哋一個營收，我哋透過營收，我哋點樣去撥一部分嘅款項去做一個研發，做一個平衡，令到我哋係可以產生呢個收益。其實我哋超過上億嘅營收啦。國內首台 5G 仿生機械人，新冠疫情期間出入高危病房嘅港產機械人就係佢哋㗎。做咗第一隻嘅 5G 機械人嘅時候，其實我真真正正會覺得自己係深度參與緊國家發展大局。喺新冠疫情期間入去重症病房做嘢嘅機械人，可以一入去咧控制重症病房裏邊嘅呼吸機同打藥機，咁啊令到我哋醫護人員就唔使有任何風險咁樣去控制機械人去做嘢。呢度有一套機械臂，透過一個力反饋嘅算法咧，同埋 5G 傳輸，將數據傳過去另一邊嘅實驗室。另一邊咧係科學園，大概距離咧有幾十公里遠嘅。你可以鏡頭見到啦，基本上佢哋係同時同步咁喐，係冇延時嘅。並且咧呢一個算法咧係帶有雙向雙通道嘅感覺。而家可以請同事幫手，譬如我依家向落、向下撳咧。如果同時頂住咧，就會俾我一個反饋嘅力，咁我就冇辦法再向下。呢一個技術咧喺人機交互嘅場景咧係非常重要，因為點解咧？有一啲地方咧，譬如內地嘅村鎮級嘅醫院咧、理療診所咧，都係比較難以每日有一個理療師入去，嗰度嘅老人家就受唔到一啲。咁我哋如果透過做咗呢一套機械人之後咧，理療師或者醫生、護士都可以嗰啲病人啊，或者係一啲需要康復嘅康養嘅人員。轉型唔係選擇題，係生存題。搏一搏，單車變摩托。最痛嗰下啦，就係新冠疫情咧，亦都係將我哋成個發展方向咧改變咗嘅。一開始我哋係希望做一啲譬如物業管理啦，或者係教育板塊嘅機械人啦，但係由於新冠好多應用嘅方案咧就做唔到，香港政府都有推出好多唔同嘅資助計劃、貸款計劃，幫我哋喺個新冠疫情期間渡過咗資金嘅壓力同埋難關咯。而家往嘅方向咧，主要都係兩邊嘅大健康板塊、感應器啦、養老啦，或者大健康板塊啦，或者醫院用嘅機械人啦，特種嘅機械人會有好多公路用嘅協作嘅工程車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咧自己放交通錐啦，幫佢做清洗隧道啊，或者做綠化啊，或者係將佢劃線啦。呢啲就係特殊工種嘅機械人啦。8年時間，佢從唔俾睇好，成長為行業傑出代表。香港嘅投資者咧偏向係一啲謹慎啦，機械人一開始咧唔會係非常之受追捧嘅。近幾年咧，我哋國家啦好多唔同嘅政策出台咧，都係同機械人嘅方向有關嘅。而家個投資環境咧，又對我哋機械人咧又比較有利嘅。我哋點樣去將機械人去賦能我哋整個生態，而唔係話我淨係為咗取替人。應該係聚焦翻咧，我哋一個叫具身智能機械人。機械自己本身點樣透過大數據模型去分析到我要做啲乜啦，或者係我哋透過感應器俾佢一個環境嘅認知啦，我哋俾佢一隻眼去睇到一啲嘢，俾佢智能咁判斷究竟應該做定唔應該做啦。帶住機械人同灣區雙向奔赴，粵港澳大灣區多城聯動，點樣釋放產業潛力？一開始咧，我哋都有去到唔同嘅城市去落戶啦，集中翻喺江門嗰邊做翻我哋嗰個中視同埋我哋嘅組裝中心。例如喺深圳，我哋可能就可以揾到好好嘅軟件開發商同我哋深度合作啦。去到東莞，可能就有好多唔同零件嘅製造商同我哋合作啦。去到廣州，可能如果我哋係做生物醫藥啊相關，或者係我哋大健康相關嘅，透過成個灣區嘅佈局咧，係完整咁樣呈現出嚟咯。香港咧，因為始終我哋最厲害咧，可能係一啲底層嘅基礎嘅研發為主嘅，咁亦都係可以透過我哋做呢個核心零部件咧，帶動整個灣區嘅上下游產業鏈嘅，再同我哋內地嘅企業珠聯璧合，產生一個協同嘅效應。